龍係華夏嘅精神象徵，千年以嚟，佢以無盡姿態出現喺中華藝術嘅每一個角落。長城睇真啲，今日帶大家睇睇呢個最有代表性嘅文化圖騰。龍集天地萬象之形，象徵力量、智慧同埋吉祥，係中國文明裏面最深刻嘅文化符號。從紅山文化嘅玉龍到良渚嘅神獸面紋，龍喺高古玉中逐漸成形，係早期先民對天同自然嘅崇拜象徵。喺我哋嘅拍賣活動裏面，偶然會見到呢啲古老而神秘嘅身影。同高古時期唔一樣，今日見到嘅中國龍已經係多種圖騰動物嘅融合，體現咗中華民族和合嘅思想。相傳早期各氏族部落嘅圖騰，例如蛇、豬等等，被戰勝之後，其特徵被吸收到新嘅圖騰裏面，最終形成咗我哋今日見到嘅複合型龍形象。而到咗明清時期，龍紋嘅設計同運用喺宮廷瓷器上面可謂登峰造極。五爪龍象徵皇權，代表至高無上嘅力量同榮耀；雲龍奔騰象徵九五之尊。各種繁複又細緻嘅繪製工藝，成就今日最頂級嘅收藏。除咗喺瓷器、玉器中得到體現，以龍為主題嘅作品亦見於多種其他藝術形式，例如書畫、各種材質嘅雕刻、金屬、纖維藝術等等。佢哋或者係胸襟同抱負嘅寄託，或者係財富同地位嘅彰顯。話說龍有九子，九其實喺古代裏面代表多咁解。呢度舉例幾位，下次去參觀名勝古蹟嘅時候，不妨留意一下佢哋出沒嘅地方啦。下一期長城睇真啲，將為大家介紹玉器，千祈唔好錯過啦。今日就先分享到呢度。想了解邊方面嘅資訊，可以隨時留言話我知。下一期節目長城繼續帶大家睇真啲，即刻打電話或 WhatsApp 我哋647-936-0001，睇真啲好傾啲㗎。